聚集台灣歷史背景的人物做伙來耍桌遊，在耍遊戲的同時，嘛用來認識歷史的文化。這是由文化部補助影視 IP 推出發行的烏水溝傳奇的桌遊，帶領民眾對17世紀鄭成功帶領先民環渡烏水溝，登陸鹿耳門的歷史時刻。這款桌遊的亮點，為什麼要跟大家講？這一款桌遊是有結合教育意義，也有民俗文化信仰的傳承，包含了你玩這一款桌遊，它有10回合，你就可以知道台灣的一個開台的歷史，然後你也會知道我們古台江內海地圖的一個配置。這個桌遊透過策略合作，甲個任務的推進，引導參賽者在遊戲中還可以用來學習鄭成功登陸台灣，並且拍退荷蘭人的故事。這一次的話，經由這個活動可以我們借由的親子的教育，還有我們社交互動，還有結合在地的文化及故事啦，來讓我們市民更了解我們那個鄭成功當時帶領漢人政權帶到台灣，還有我們推廣我們的媽祖文化。有媽祖就是最平安的啦，所以說待會希望我們有玩桌遊、有府城，還有學台語的這個核心呢，讓大家能更了解我們台南的文化、首都的特色。而負責品牌設計團隊張唐凱甲的陳玉梅，嘛分別穿上鄭成功的軍服甲的阿美族的服裝，和整個桌遊的現場增添歷史的氛圍。主辦單位嘛將在明年的元旦，要在鹿耳門天後宮舉辦桌遊交流的比賽，邀請民眾踴躍來報名參加。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。